后来哦，这个24节气已经过霜降，这礼拜五就是立冬，但是下降也是真热。高雄有一个阿伯，常常拢是烫目体，伫咧公园做运动，有民众感觉歹看，甲现场的志工来反映，志工甲阿伯讲，拢讲袂听，志工怎啊报警来处理？结果这个阿伯因为违反着公园管理自治条例，罚款2000块。 现在伫台南公园内面，一群人伫咧公园运动、拍球，有诶行路散步，阁有人耍飞盘。不过，煞互人录影检举。真无规矩诶违反。画面中烫北体阿伯，伊安尼烫北体咧运动已经几下届，就有民众感觉无啥好。这公园就是违反啦，啊是管安尼吼，我不雅观。公园诶志工收到民众反映嘛真侪届，嘛甲即个阿伯考劝过，不过对方就是讲袂听。民众有诶看到走人会惊。 伊讲会使啊，这伊的自由啊。志工真无奈，最后向主管单位通报，公务局公园管理处嘛依法来开单。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，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。根据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，公园内底袂使共本、烫北体、凊彩配痰、氮苯素、熏头，也是其他废弃物等规定。当时这个阿伯就安尼互开单2届，拢总罚2000块。不过真侪人运动的时，就拢会安尼。 甲面顶衫烫掉，因为天气热，流到规身躯干。对这个红开单的案例，民众感觉应该看当时的环境。如果有女性的话，他们会觉得反感。附近都是那个比较多女性的，我是觉得是有点不雅观。若是伫咧运动场烫北体运动，大部分的人都会当接受。若警方表示，照社会特殊维护法规定，伫咧公共场所凊彩暴露，属于妨害善良风俗，会当依法裁罚相关6000。所以烫北体运动就要看场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